另外一个面面来关心，针对李家军的老爸日贵20年前开大通山石仔场，敢有乌白倒土屎的问题？国产署顶礼拜拢总乌38个所在，拢无发觉有土屎物件。虽讲乌的部分已经刷来，下早开始要来检查这个土。厂商嘛先采集建本，结果差不多1个月会出来。李明德亲身出来现场看，伊讲烦恼的，互人政治对杀，挑工来现场讲，嘛是惊人会甲伊冤枉。咱做伙来听李明德详细的讲法。上一次的这个用怪手来现场来采哈，已经挖了38个洞了。那一般的检测也没有这么的密度这么高，一般土地检测也不过挖5个点、6个点。那既然挖那么深，原来规定要挖3米。甚至有挖到将近4米，掏出来的土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那你今天又到现场来，要用钻探的方式要来采，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政府你现在你要做到什么程度，你才肯善罢甘休。如果说今天是所有的百姓都面临我们国家的这个机器这么庞大的资源，全部用这种能量来对付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到底要走向什么一个政治的这个体制？这是一个法西斯的政府。我一句话讲得很好了哈，抹黑一张嘴，要澄清跑断腿。当挖出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对外说明吗？没有啊，管道都散不出去。那今天又要来采的时候，那这么多资讯又要被散布出去，好像这里面就是有东西。我们清清白白在这边，我不怕你来挖，也不怕你来采。今天这种作为是非常非常过分的。我们希望今天国家机器这种肮脏的手段，谁来操纵国家机器这种肮脏手段对付百姓的这种行为啊，就到此为止的，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我们今天这个乡亲大家都站出来，包括我们师父在这边，过去20年前都在这边练武术，在这边打拳的，看到这种场景情何以堪？以前在这里活动的时候，武术界在这边这么荣景，那今天同样一块土地就受到不同的待遇。我真的希望我们蔡英文政府，你自己要好好想一想，把你的政策拿出来。选举也已经快到了，投票日就快到了，你还要再搞这些没完没了，让人民看扁你。你真的让人民看扁你，把你彻彻底底的看扁了。你国家的执政用这种方式在执政，拿着这个尚方宝剑啊，你手上的刀啊，到处乱砍，只要是你的阻碍，有可能你全部都砍都杀，实在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真的是很无奈。